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迄天我伫路林碰到一个伯仔咧甲我学咯，讲你解文说理袂歹看，搁台湾歌谣音乐的节目原来介精彩，国情讲无影。我甲阿伯仔讲，实在是观众朋友，是电视台予我机会，我感觉我本身是体会上介深，对台语学着上介济，我真感谢大家。结果迄个阿伯仔甲我讲，你毋免安尼假善假达啦。哇，这句我哪有学问呢？我讲伯仔，台湾人讲话爱斗势利，爱讲诚意，假善就好啊。是安那就爱讲假善假达，因为斗势利人较好记，毋能安尼哦。这个话吼，毋是干那社会人咧讲假善假达，讲这个人成语华语咧讲的惺惺作态，调工要甲斗做势利尔，毋是。日本时代台日大书典，日本人编的台语书典内底就记载几落句，落尾第4字成语4字讲到尾拢讲达的，敢有影？我编互阿伯仔听，我编互观众朋友做参考。过来这句。日本时代书典记载讲拗慢拗达，咱嘛知影假善是形容词，拗慢嘛是形容词。讲做人会讲欺负，会讲糟蹋，讲拗慢，但是讲安尼无够，2字甲变4字，第1字拗，第3字完了拗，加强口气嘛，拗慢拗达。尤其这个达是入声，入声就是爱赶紧收束，所以咱听到入声，就有一个效果加强的作用。毋然安尼，台日大书典搁再一句，讲叫做假死假达，咱嘛知影假死大多数人是讲这个人吼。面底皮足厚啦，吼，国情啊，你真假死啦，吼。当然，搁另外一种解说就讲大胆，原来有人讲假死，啊假死就好啊，你假死就2字应用就有够，你偏人就会加强变做4字讲假死假达。这原来毋是国情啊说的，原来是日本时代书典内底就记载，所以这个达收煞尾音的时阵，加强效果形容词真好用。搁来讲一句讲真晦气，咱原来有人讲晦气晦达，意思讲吼晦气无毋对啦，但是晦气啊，佫无够晦气啦。我讲2字吼，效果无法度达到我心内想要表现迄个程度啦，所以甲讲4字变做晦气晦达。讲来到这，朋友相信讲各种的说明，各种的体会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因为这个达做尾音的时阵，无得确真正爱照字来解说伊的话意，无得确真正是2只字伫咧相达，迄是取一个音尔，取一个加强口气尔。讲来讲去，拢是一项效果，就是各种啊，定定咧甲你说明，定定咧甲你报告的。台湾人咧讲话，2字要加强做4字，就是讲成语讲4字，互你简单听，互你简单就好记啦。